Jazz 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俄罗斯佛教信众传授佛法；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南非总统连任；达赖喇嘛尊者感谢世界各国议员支持西藏；英国市政连续6年升挂西藏国旗。美国2党议员共同敦促特朗普政府落实与西藏相关的法律。第31次藏中和谈筹备小组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司政罗桑桑格出席西藏歌舞戏剧学院成立60周年新闻发布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5月10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因俄罗斯佛教团体的祈请，向包括俄罗斯信众在内的数千人传授由弥勒菩萨所造的宝性论和宗喀巴大师所造的三主要道等妙法。包括来自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和布里亚特共和国及图瓦共和国等70多个国家和数千名僧俗信众参加了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的各方信众首先讲述了公元8世纪藏王从印度那兰陀请法的明智之处，并讲述了梵语中注重透过逻辑论证来解释调伏内心之道的独特之处。随后，尊者提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多个国家与西藏间有着特殊历史纽带，以及佛教如何从印度传播到西藏，又从西藏传播到蒙古的渊源。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法会上鼓励人们成为21世纪的佛教徒，强调考虑到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唯有那兰陀传承的智慧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尊者还指出，若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与和平，那么就不能忽略印度数千年来推崇的非暴力与慈悲文化。在法会第3天5月12号，达赖喇嘛尊者向各方信众继续讲解三主要道和宝性论的剩余部分，并教授发心仪轨。随后与此次请法团的成员们合影留念后，圆满结束了此次为期3天的法会。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近日致函祝贺南非总统西里尔拉摩佛萨再度成功当选新一届南非总统。当地时间2019年5月11号，南非大选尘埃落定。执政党非洲国民大会以57.51%的支持率获胜，非国大主席现任总统西里尔拉玛佛萨成功连任南非总统。达赖喇嘛尊者随即致函祝贺西里尔拉玛佛萨在选举中获胜。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我希望在您的领导下，贵国将在各方面取得发展。”特别是在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方面取得空前成果。重要的是向你的人民中灌输乐观和希望的精神，以激励其他国家的人民。与此同时，由国际议会支持西藏联络组织、拉脱维亚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以及西藏人民议会等联合举办的为期4天的第7届世界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大会，于5月7号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召开。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代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和来自世界各国的议会支持西藏的议员和代表一同出席了大会。在大会开幕式上，主办方播放了一段达赖喇嘛尊者的视频致辞。尊者在视频中表示，世界各国议员和各界人士对西藏的支持，不仅是对西藏的支持，也是对正义的支持，并强调自流亡印度后，由于道德的信念，西藏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在视频中还指出，在过去的70年来，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毫无实际的改变。藏人从1974年以来就提出不再追求独立，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
并敦促给予蒙古和维吾尔人同等的自治权利。在为期4天的议程中，与会各界代表讨论了多项有关西藏的议题。会议最后一天，大会公布了一份含有33条关于西藏议题的共识。该共识批评中共当局侵犯西藏人权，呼吁各国政府效仿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入藏互惠法案，争取自由进入西藏的权利。此外，与会者们一致表示支持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并在共识中敦促中共以中间道路为基础同西藏重启和谈。此外，英国米尔顿凯恩斯市于上周日5月12号在当地举办连续第6年的升挂西藏国旗活动，纪念达赖喇嘛尊者和数万藏人流亡印度60周年。由英国米尔顿凯恩斯市的远藏人士凯瑟琳·马斯丁·施考特每年发起的升挂西藏国旗仪式，于5月12号在当地的日本妙法寺中举行。该市市长与藏人代表及80多名支持西藏人士参加了当天的活动。米尔顿凯恩斯市市长马丁·佩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我今天出席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为西藏人民发出声援。同样，西藏人民的文化以人性理念为中心，所以我升起西藏国旗，就是向这一文化和精神致敬。”市长还进一步称赞达赖喇嘛尊者是世界和平与和谐的象征。活动发起人凯瑟琳在致辞时表示：“身处自由世界、拥有道德良知的人们，应该让更多人了解藏人的困境与诉求，帮助藏人能够毫无恐惧地在西藏升挂国旗。”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工作人员丹增公嘎也参加仪式，向活动发起方与参与者表达了感谢。另外，美国国会两党32名议员于本周一5月13号联署致信国务卿麦克·蓬佩奥，敦促美国政府迅速实施国会通过的有关西藏的各项法律。美国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戈文和众议员克里斯妥费·史密斯于5月13号发布了一份由美国两党32名议员签署致给国务卿麦克·蓬佩奥的联署信，敦促美国政府迅速全面实施美国国会历年来通过的一系列有关西藏的法律。众议员吉姆·麦戈文指出，对人权的强有力支持必须始终是美中关系的基础。美国国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两党的议员对西藏局势表示关切和支持，因此我们鼓励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加入我们，全面落实西藏政策法和西藏旅行互惠法。众议员克里斯妥费·史密斯则表示，我们应该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记者和外交官公开进入西藏，我们也应该向中国官员提出良心犯的案件。史密斯还强调，当前美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全面落实这些法律，因为美国在落实这些法律上的重要性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证明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宗教自由在世界各地都很重要，特别是在西藏。此外，第31次藏中和谈筹备小组会议于本周三5月15号在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的达兰萨拉开幕。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和评估中国与欧美以及世界的关系及发展趋势，并从中寻找推动藏中和谈的机遇。为期2天的第31次藏中和谈筹备小组会议在达兰萨拉的亚洲健康度假酒店举行。会议主要围绕目前西藏境内的现状，回顾和讨论当前国际政治局势，以及评估和讨论中国与欧美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并依照中国国际关系发展趋势来寻求推动藏中重启对话的途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达赖喇嘛尊者前特使格桑坚参、安全部部长帕巴次仁、外交部秘书长达波索囊诺布、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华人事务秘书长才佳、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前主任突丹桑培、
驻德里办事处代表中琼欧珠、前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和驻澳大利亚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等17名筹备小组成员出席了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囊诺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了此次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强调会议将重点讨论中国与欧美及世界的关系，并依照中国国际关系发展趋势来寻找推动藏中重启对话的途径和机遇。秘书长达波索囊诺布指出，藏人行政中央通过中间道路政策为西藏民族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一政策依然是藏人行政中央与中国进行对话的核心目标。藏人行政中央愿意为此随时与中国展开和谈。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于本周二5月14号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今年10月份举办大型活动，庆祝该学院成立60周年。届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也将出席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与该学院院长阿汪云丹于本周二在嘎夏秘书处会议厅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今年10月28号至31号举办大型集会活动，庆祝该学院成立60周年。届时，达赖喇嘛尊者也将应邀出席活动，并为该学院新建成的歌剧院进行开光节目。司政罗桑桑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时宣布，在西藏歌舞戏剧学院成立60周年当天，来自世界各国的流亡藏人艺术和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参加为期4天的活动。司政进一步强调，西藏歌舞戏剧学院在60年里取得的成就，是遵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指导，以及老一辈西藏演艺界工作人员和艺术家辛勤工作的结果。西藏歌舞戏剧学院院长阿汪云丹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10月28号当天，该学院将为主要嘉宾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颁发荣誉奖章外，同时也将邀请来自东西欧7国的19位艺术家和来自印度和不丹的7位艺术家聚集在此，召开首次西藏文化艺术大会。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